行。问世间，我对你真深情，我爱你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。 我无了解，是安怎天公伯阿唔保庇阮？敢讲是阮祈求上天无够诚恳？若真正是安尼，我会提出我上大的信心，为我所有的亲人祈福。妈祖娘娘，我每一跪。 每一磕头，希望会当祈求阮阿爹，会当逢凶化吉，平安回来。妈祖娘娘，请你大慈大悲，保庇阮感觉会当渡过难关。 新女刚修炼已经真上大的信心，来这向你祈求。阮感觉你再遭受苦难，感觉是阮顶世了犯了什么罪过？妈祖娘娘。 妈祖娘娘，天上人间度己苦，自心自作，自心受。讲囡仔，每一人的命运拢总是无同款，上苍予人的考验，是任何人拢无法度改变。你命中注定就是有这个结束，你就要勇敢去面对。 后摆你就会愈来愈坚强。你讲这个查某三跪9拜，一路来到妈祖庙。是啊，这查某佮生得袂歹呢。哦，袂歹哦，我看卖。当然啦，你看啊，算。有影袂歹就对。小姐。 你若有啥物困难哦，来找我绝对替你排解。我无啥物困难，我的代志免你管。你一点仔面子都无做互我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水面的吼，若要爱查某吼，
是无人敢讲袂使咧。我就敢讲，我无爱。哎，行，跟着倒。喂，你创啥？一个查甫囝欺负一个查某囡仔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无啊，你是啥物人啊？报名来。我叫做何天星。何天星，是迄个教册无摕钱迄个吼。救命！你欠赔点，好死啊！就是啦，奇怪，这个人哪这么面熟？我手中这所有3万块，拿起来甲我讲啥个？他说讲，我互恁讲啥了后，我搁点点徛踮在遮无代志，恁着付我10仙钱。啊，若万不利，我互恁讲啥了后，我屁踮在涂骹爬袂起来。我何天生付互恁3倍价钱，20仙钱，安怎？我来试看卖。来，这位大爷，真感谢你，来。这个人敢若私心，并不是练武的人，哪会敢要搁拍？卖动怒啦！卖动怒！我有一个这399万的这马祖面的，我看卖我水面过。什么水面？我唔只水面的。是我啦！是我啦，无问人。来，我叫做水面的，伊竟然讲伊嘛叫做水面，上个水。上个水。我这水面的啦。我白讲乱。下啊！你看水面的。水面哦，是水面哦，你水面哦。不要！是那个拍摄，惊着拍摄。多谢两位公主出手相救。正好你王，动手！你要做啥啦？麦当。两位大兄，这到底是安怎？这是你唔免知的代志啦。是啦，阮甲灵王有案，阮叫你解决。卖走啊！佮走对，正好你王。我唔是啥物灵王啦，我叫做何天星啦。佮你演戏甲阮对青啊！有什么协作会，我嘛认得出来。是，我哪有什么演戏啦？我都何必演戏互你看啦？喂，好，你无承认袂要紧，掠来见阮公主，你就会承认啦。见啊！别出声！来，这大派人一定要绝对是教训，吼，无你代志，无你代志，喂，我公主明明就是好人。你讲，你叫做何天星？是，我叫做何天星。想袂到，竟然生出遐尔啊共款。共款，公主啊，伊根本就是真好灵王嘛，只是了假善良对无？你当作是，你看，你不要紧嘛？哎呦，拜托，你若讲到袂悲伤啊，连动都袂晓动，哎呦！你速度遐尔紧，我免哪挡会掉啦。真啊假啊？啥物？妈祖庙的人竟然敢掠我阿兄，真正是活了咧仙啊！外因姑娘，即马要安怎？当然是去救人。小等下，原来功夫真厉害，你敢有办法？安娜，我当然有办法。对啦，那会是你来通知我？你甲阮阿兄是啥物关系？我甲伊无关系，伊看到歹人欺负我，替我解围。阮阿兄就是安尼啦，也毋知影家己几扭重，总是爱强出头。即马惹麻烦啊吼！好啦，莫讲遮多啦，紧来救人。成了！好，房叫是贪多吼，阮公主家你要变外名啊！喂，较细个啦，我都唔相信，你无变外名，进来哦！
记了，卖是我，该变官人哦，壮家，等下伊的人物宣传，你甲倒灯，记来，去白咯，记了，这，不爱变呢，不爱变。马丁，你不爱变马丁啊？来，梁主拖出来，拖出来，伟姐，哦，出来，紧点啊，拖出来，我就管你们拖啦，拖出来，慢啊！你两个闹耍袂？我是何天生，我唔是正好灵王啊！真正我爱讲呢。可是好，变怎来创业也是我爱讲呢。伊当然嘛唔敢讲，这是妈祖庙呢，伊哪敢讲？安尼啦，紧变啦，紧来啦！内底的人听清楚，紧甲人交出来，啊若无，我就甲这间庙拆掉。哎呀，小查某伫外口，你大细声哈？什么小查某？迄有小妹啦？哈，你小妹是小查某？你啊好啦，恁小妹同款啦，规定哦要听妈祖庙，我就要甲收你去。臭妹，跟你啊，好，我来。万你，公主，千万唔通轻举妄动。公主，做你放心嘛，我袂亲像臭婴啊，性子这么歹，我一定冷静处理。好，跟你，你好你。我算到啥？若是还无拍到我啊遐人影，乡亲，咱就甲这两个水狗狗。哎呦，你慢慢紧张，快点潇洒，不了大声声，赶紧走吼！我着。看啥？你这小弟哥，一看就知影你唔是好人，紧甲我啊遐交出来，啊若无，互你好看，有听到无？有啦。啊，毋过，这位姑娘，恁安尼吼是一个大歹人，阮真正袂当交出来互恁啦。哦，白讲啦，我啊遐是孝子大好人，乡亲都会当作证。哈？咁有影？天生自细汉就足友好的，你知无？哦，是啊，啊伊教阮囝拢唔捌提钱。哎呀，对，无。有听到无？啊，唔紧放人。放人这我。啊，搁咧做啥啦？乡亲，咱冲入去叫人。妈祖庙袂当互你顺菜后袂来啦！哎呦，你做啥人啊？喂，高勇是大，好，唔好这样作风，较冷静的，哈。好公主，你讲安怎？我无代志，误会一场，哈。阿兄，好佳哉你即马出来啊！啊若无，我就要带人弄入去找你。王爷，咱这点唔捌代志啦，这妈祖庙呢，袂当伫这闹代志，知无？高勇士啦，无代志啊，好，无代志啊，好，咱来走。王爷，你快走。秀莲姑娘，咱来走。胜利好运。请豆豆行。林公主，是咧，真是咧。行啦。啊，娘，敢真正要放伊走啊？万一真正是真好灵，我要安怎？咱若无证据，通我证明伊就是真好灵哦，当然嘛是爱放伊走。我咧想，这件代志一定要暗中调查。陈立干，娘，你随时去好甲监视。是。监视好噶。陈丽啊，安怎？陈丽啊，奇怪呢，你今日看起来心情真好吼。安怎讲？你看你，千里眼哦，已经变做桃花眼啦。你共款。
少年姑娘，你看我足寒慢的，你甲我斗相共，替我来遐破药啊，好无？多谢。啊，搁有啊，搁有，这边哦，嘛爱播啦，好，来。安尼啊，你好，安尼啊，这位是少年姑娘。我想要出去行行的。安尼啊，我陪你去。唔免啦，你留喺厝陪你阿兄，少年姑娘，你是毋是愿意陪我这老大人出去外口行行的？我。好啊。原来你也是一个歹命囡仔。听恁兜的代志了，我才知影，毋是干那阮兜有做有不幸。恁兜是毋是发生过什么代志？迄无需要搁再讲啊。代志已经过去啊，嘛无法度挽回什么。上重要的是以后的日子安怎过。讲了对，日子共款爱过，一直想过去是无路用的。咱人都爱活较有信心，机会才会存在，都亲像天生同款。虽然伊自细汉到即阵过了并无富裕，也毋过伊自细汉甲镇南大将军的千金是指腹为婚。等到因若成亲了后，伊的日子就会过了较好。我这个囝自细汉食一个苦，我实在是足有感的。天下爸母心，我嘛希望家己的囝儿世世会当过得幸福快乐，所以我对伊要求会较严格。因为我无希望伊做唔到任何一场代志，去影响到伊以后的日子。我的意思，你应该会当了解。我了解，我知应该安怎做。你真正是一个巧巧又阁聪明的查某囡仔。刘怀德。我镇南大将军一向拢是百姓来恳求我，今仔日我要互你金文财宝，要互你来我身躯边做代志，到底庆是唔庆？将军，世间的名利会束缚人的心，无互名利束缚的人，才会当自在。所以多谢将军的好意。你讲啥？拢办好啊，我要忝死。欢迎，多谢你。咱是兄妹啊，唔免说多谢。阿兄，我看迄个少年姑娘，敢若对你真有意思诶，你敢要？欢迎，你唔通安尼胡白讲啦。我甲少年姑娘今仔只拄熟识，你讲你对去啊？莫假啦，我看你敢若嘛真介意伊啊。等下叫安尼听听你就无，知无？哎呦，惊啥啦？
阿娘。阿娘，天生，你是有婚约的人，你是袂去伫外口后袂来知影。我知影。阿娘，大家若遐去将军府，拢会去互考试，咱也无欢迎阮去，咱哪着去互人看衰？查某囝人是咧讲讲啥？本来就是啊，既然咱高攀袂去，就莫去啊。咱即马三蒙散，也毋是共款活了真好。莫阁讲，我干若要讲，怀英，阿娘叫你莫讲，你就莫讲啊啦。阿娘，你放心，我家己有分寸。你哦，若要定定要安尼唔捌代志，我就真正要生气。这边朝廷为着要安抚台湾国，将佛陀舍利子送回，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大的好机会。假使舍利子若无安全送回台湾国，一定会引起对方的不满，发动战争。我就应该趁乱将朝廷消灭，防我大理国。即马舍利子对爱西失踪，台湾国共款无法度摕回国宝。战争赶快嘛会发生啦！哦，无，唔是。第一，假使阿基西若是无死，偷偷将舍利子送回，这是要安怎办？第二，舍利子若是无安全送回台湾国，朝廷一定会安抚台湾国，请求一段时间调查，所以战事暂时无可能发生。我知影。将军是要得到舍利子了后，将伊毁掉，要互台湾国误会是朝廷做的，安尼台湾国就会出兵啊。唔对，可惜舍利子下落不明，断崖下骹拢找无阿姨西的尸体，以我的判断，伊也袂死。这嘛是我上界烦恼的代志。天地这么宽，要找阿基西根本就是大海茫茫嘛。咱就莫去找伊，互伊来找咱。是要安怎叫伊来找咱？听讲阿姨西真疼伊的后生甲查某囝，咱就互伊的查某囝带入来将军府。只要阿姨西无死，一定会来遮找伊的查某囝。问题是要安怎互因的查某囝带来咱的将军府？冰妞，你是毋是有话要甲我讲？是啦，啊都是毋是甲秀莲有关系？是啦，娘娘，我是感觉讲吼，秀莲真可怜的，啊，咱是毋是应该摕一寡银两甲斗相共啊？我本来嘛有这个拍算，也毋过咱袂用安尼做。哎呀，是啊，袂用的啦，迄几十两对咱来讲也无算啥，凊彩变日都有啊。顺风，钱绝对毋是问题，你敢袂记？我要甲你提起破军星、万万转人的代志无？我会记得。我有排秀莲的命单，发现秀莲的命格甲破军星有关系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秀莲只不过是一个真普通、软只，嘛真可怜，是讲嘛真水的查某囡仔啦。甲伊哪有可能有关系啦？这件代志，我嘛搁咧调查咧。我这么小心，是为着避免引起无必要的灾难。而且你也知影，咱即马要面对，
是危及无数性命的战祸，咱必须要小心提防，唔通轻易冒险。哎呦，牛牛，莫安尼啦！敢讲吼，啊，咱着目睭紧紧看秀莲咧受苦。由伊的劫数来度，这所有拢是天，咱必须要顺天而行。明仔载阿好爸就要来带走阿虎，我身躯也无钱会当兄定金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要甲阿红留落来，除非有奇迹出现。这里哇，是啥？请问你是？我是定南大将军的副将，叫做启雄。徐浩威，这么晚有啥代志？我奉着大将军之命，特别来协助姑娘渡过难关。大将军一向真关心百姓的代志。伊今日为何出巡来到这个所在？听讲姑娘厝的拄着昨个爸母相亡，细汉的小弟啊，又搁要互人送入宫来做太监。大将军知影了后，非常同情姑娘的遭遇，所以啊，特别派本官送来银两帮助姑娘。谁想这么好的代志？感觉这世界上真是有奇迹。姑娘讲奇迹嘛是会应真，啊，不过人讲啊，无功不受禄。假使姑娘有感觉摕这钱对良心袂得过，姑娘会当付出一寡代价，来报答将军。什么代价？我知影，即马将军府拄好有欠骹手，姑娘会当来去将军府做一年的查某囡仔。去将军府一年，那安尼，什么人照顾我？我若听转来，敢会找袂到我？志豪威，这件代志敢会当我考虑一下？当然会应真。不过我着要提醒姑娘，大将军即马真无闲，你若是丢丢嘟嘟，万一啦，若是大将军改变主意，到时阵我就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啊！我话就讲到这为止，你考虑清楚才来找我。志豪威，安怎？好，我答应你。
当时我17岁，在代理王国的皇宫内，我有父王母后的疼爱，那是好顶的快乐幸福。但是中原汉邦入侵广大。 杀我父王母后，害我兄弟姊妹，可怜。只剩我一个人逃出皇宫，孤苦无依，流浪千里，忍耐逃生自救。 长官，天理昭彰，天助我呀！ 我已经是中原汉邦的大将军，如今我要以中原汉邦的兵马推翻中原，我要让中原的军神、甲中原千万百姓知影，国破人亡，被人欺凌的痛苦。 将军的收回，就是我的收回。复国的心愿，我一定会替你完成。皇上电将3位，一并带到后位，岂不要记大将军啊？靠！ 孙祖讲伊是皇上面头前的一品带刀护卫，甲我一个镇南大将军比起来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官员，竟然敢如此放肆，何极何为可之极！将军，请你莫生气，时机还未到，为着复国大业，万事就要忍耐。退下！是。 3位大人破布皇庭，对京城远道而来，万态失灵，请赦罪。公大，免客气啊！阮是奉命而来，皇上命你3天内追回佛道舍利子，若无食，你回京城五马分尸。红岸树高旁，小无惊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。 3位大人破布皇庭，对京城远道而来，万态失灵，请赦罪。公大，免客气啊！阮是奉命而来，皇上命你3天内追回佛道舍利子，若无食，你回京城五马分尸。五马分尸。大将军，五马分尸。
将军，你是皇上身边的带刀护卫，你安尼做，免惊，城内的官员拢是我的人，到时我一定会讲，伊三个还未到这，都已经将杀害啊！将军应令。大将军，天命大将军，阿姨婿的查某囝江秀莲已经答应要来将军府做查某干啦。哦，真好。将军这招厉害，阿姨婿若知影因查某囝伫遮，一定会赶来遮找。就是你，我就是你。阿娘，大家即摆害到不眠，敢若剩我甲阿红两个人相依为命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保护阿红，为着卖让阿红去做太监，爱当咱江家的幸会，我只好卖身去将军府，所以有一段时间，我袂当伫阿红的身躯边照顾伊。阿娘，你在天之灵。一定也无必要让平安大汉，无必要让平安回来，无比阮一家伙仔三口会当较早团圆。阿娘，阿娘。食糜。阿红，阿红，紧起来！阿红，紧起来！阿红，阿红，阿红，阿红别！秀莲啊，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我一定要甲阿红交讲啦。阿红无去啊！啊，无去啊！你去啦！好，行。我现在我要去做菜干，不过我无去做菜干，我无去做菜干，将军啊，请你救我！将军，请你救我啦！你福大命大，好一阵薄银甲你拍到安尼，竟然你还无死。无啦，小命宝是将军风雨齐天，小的全靠将军的福气，互因你一人背抱落溪底。家财因无我得来，也若无好，小的早就无命啦。免惊，以后你就当安心住伫我的将军府内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。你无家任何人讲你甲将军的关系吧？无，我拢无甲人讲过。而且我真小心，要伫将军府进前哦，我无试过看，确实是无人看到我伫将军府。那安尼，
我会永远和你住伫我的将军府内。永远。我会永远和你住伫将军府的涂骹，甲拖出去。是。将军，讲起来，这个人哦，嘛有淡薄仔可惜啊。伊用心下毒，袂解药，替你赚袂少钱呢。哦，啊那安尼，烧一杯仔银纸，当作赏业。是。将来若是要起兵杀到汉邦贼国，需要真侪军费。这条钱当作是补贴，但是对我来讲上重要的是，我叫伊下毒，我嘛借着歪有怪病，搁继续传染出去的名义，将规个百丈城甲封锁起来。百丈城内面的人走袂出去，百丈城外的人嘛，因为惊叫传染，就唔敢入来百丈城。安尼我用去趁这个机会，伫百丈城内打造兵器。以后起兵要杀到贼国的时阵，我的手下都上界内的刀剑，有上界强的火箭大炮，绝对会当将贼兵甲大家片甲不留。杀鸡，恭喜大将军再分复国，统一天下。杀鸡。甲我来去妈祖庙。将军，你早就知影我无信本。伫我人生上艰苦的时阵，我求神拜佛，拢无效。是你，伫我上痛苦的时阵，出手救我性命。所以我无信心，无拜佛，我干那相信你一个人。雪琪，你是想讲我要去妈祖庙要烧香拜拜是吗？将军是要去找住伫妈祖庙内迄个灵怀店。我想要看这个人到底是何等人物，竟然会当伫这么短时间内，就做出治疗怪病的解药，而且找出什么人伫水源地放毒，甚至佫掠到放毒的人。伊敢会是朝廷派来的密探？来者敢是将军你啊？是毋是朝廷派来的人？只要互我看到面，我就知。镇南将军高宏达代表百州百姓感谢天上圣庙圣母娘娘，赐我百州百姓脱离怪病残害，赐我众生平安。林怀德，万里清风，参见镇南大将军，雪机会。免礼免礼。你就是林怀德，你对倒来？福文，哦，那安尼，你来这是为了什么代志？传福文正道，行医济世，利益众生。哼，佛门正道，什么是佛门正道？所谓佛，即是教，也就是菩提。信佛是为求觉悟心、菩提心、断烦恼。学佛的人爱转烦恼为菩提，转忧伤为喜乐。佛门正道
就是要求觉悟心、慈悲心、喜舍布施，帮助苦难的人会当离苦得乐。林公主精通佛法，医术高明，会当伫这么短的时间内马上做出解药，医治怪病，有胆识，有智慧，而且还会当查出怪病的来源。犹果阻止恶徒继续放毒，使人钦佩。将军，你唔通安尼讲，这拢是我应该做。林公主，敢捌做过官？唔捌。林公主有学问，胆识过人，敢若做一个小小的大夫，未免有较可惜。假使你若会当住伫我的身躯边，必定会当做出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。到时我一定要你做大官，金银财宝、荣华富贵，互你享受不尽。哎呦，陆乡店啊！哎呀，做大官，金银财宝，荣华富贵，享受不尽嘞！哇！是讲哦，这粗俗的世间事，哪有遐个无知的世俗凡人去抢到啊？咱公主要哪有兴趣啦？对。大胆！你竟然敢讲大将军是世俗凡人？大将军，因两个较含慢讲话，若是有冒犯，请多多包涵，千方万里。啊，唔紧回失礼。是的，歹势。林怀德。决定南大将军一向拢是百姓来恳求我，今仔日我要互你金银财宝，要互你来我身躯边做代志，到底庆是唔庆？多谢大将军你看得起我，也毋过行医济世，以护法度化众生，这是我应生的志业。大丈夫应该就要做大代志，掌握天下美人，安尼毋知人生真正的快乐。自造福德，自得福缘，行医济世，医治众生身体的苦痛，宣扬佛法，医治众生心内的痛苦，这嘛算一件大事业，我嘛做甲无上欢喜。有见识，有见识，你愈是安尼，我愈欣赏你，林公主。请你来，就是要做大代志。当然，我会予你一段时间考虑。将军，世间的名利会束缚人的心，无予名利束缚的人，才会当自在。所以，多谢将军的好意，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做代志。你甲顾全将军的好意，真正是毋捌世事。唔知影人间的艰险。哎呦，甲你讲啊济，你阁听无？我看唔知世衰人是你哦。当今的风尚会当号令天下，啊，毋过伫这个所在，啥物人敢违背将军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啊！我有听对无？违背将军的命令，大家死路一条。太人，避免伤过避避嘛。莫惊啦吼！我看有人伫咧碰风水鸡，太无肉啦，迄惊一个啦，唔敢动手啦。你讲啥？出手！不啦，公主，医生。雪琪，你是安怎？是去拍到伤着？毋是将军，是我进前伤到有伤，无啥。哎呀，你也拢无甲我提起，咱紧转来将军府，我找大夫来甲你医疗。唔免啦，将军，这就有救生医啊。林公主的医术这么高明，会当救百州的百姓，我相信嘛会当医治我的骨伤。哦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林公主，劳烦你。雪琪夫人。
林怀德，我就唔相信你有偌高明。你敢误入我上敬爱的大将军，我非杀你不可。我就用乌梅去分大法，处理性命。系啊，我会去分大法，互伊去去啊。全身的功力，敢若用要刷去。你快点！你真正有够苦！我修炼这么济年功力，你也敢想要甲我毁掉？哦，你甲看啦！啊，讲有人安尼啦，拍人的话救人，偷放屁搁嫌臭，根本就是要侮辱阮公主嘛你！这我会当做啥？这个夫人，你误会啊！我唔是要害你，我是要救你。刷机是安怎？伊敢有性命危险者？大将军，雪姬夫人，即马暂时无性命危险，也毋过伊连的讲法有魔性，而且这个魔性已经侵害伊的心性。假使讲我若无甲伊武功废掉的话，伊魔性大发，毋奈害着别人，若成魔，卖发讲而死。你又袂讲，我即马是好好无代志。哎呦，有人骨骹烧出来啊！他拄不是讲，哎呦，这疼，遐疼，啊，即马拢无代志呢。我有看到呢。我的功力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袂影响我的心情，绝对嘛袂害到我家己。刷机啊！练这款上乘的功夫，本来就是有大风险，你都爱随你啊！将军请放心，免替我烦恼，我有站在。林怀德，眼前国家混乱，又搁有外邦想要侵入中原，文将军希望你会当甲我做伙出战，保卫国土，创造一番大事业。也希望你会当为着国家社会、天下百姓的安危所设想，多多考虑。你若是想好，随时会当来将军府找我。拜托的，这个镇南大将军野心这么大，做人真无正派。啊，这个刷机这么营养信用手段，因两个斗做伙，会当做什么大事业？叫鬼！就是讲的。希望天下苍生，唔通搁再受苦。阿豪，阿豪，你伫倒？阿豪，你倒？你紧倒来要互阿姊烦恼啦！秀莲啊，阿红啊，忽然间就走无去啦。阿豪一定知影什么叫做太监，所以才离家出走。官府一定会抓去治罪啦。当初我是好意甲恁斗相共的，真正是好心无好报啦。好伯啊，你免烦恼啦，无我甲钱还你，安尼毋都无代志。恁哪有遮多钱啊？迄是我袂省去将军府做查某囡仔的钱。啊！你去做人的查某囡仔哦？阿水，秀莲啊，我知影你会安尼去做，拢是为了阿红啦。啊，毋过你敢知影做人的路财是足可怜的呢？久在人拍，久在人骂，一点仔就袂用咧反抗的哦。不要紧，我会忍耐。我搁听人咧讲，迄大将军府内底对台路财是足刻薄的啦，定定都无代无志就乌白拍人，伊要互你生就生，伊要互你死就死啊！做路财若伫将军府内底互娃娃拍死，因厝的人嘛拢唔敢讲话。
阿姊，阿豪，阿姊，阿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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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姊，阿姊，好，恁来拢我袂走，你敢知影阿姊偌烦恼你？阿姊，我无你去做功夫，做查某囡仔。 我无爱你互人拍，我无爱啦！阿豪，你乖啦，你免烦恼。阿姊去遐，只要乖乖听主人的话，人要拍我。啊，不过阿豪伯拄则有讲，因哦无代无志就拍人，搁会甲人拍死呢。阿豪伯是听人我伯讲的啦，伊也无去过将军府啊。其实大将军人真好，伊听讲咱兜有困难，搁专工派人来甲我斗相共。 搁互我钱，爱我去遐做事，因是好人，咱应该感谢伊才对。你免烦恼啦，阿姊去将军府嘛，干1年的时间，真紧就回来啊。哦，快来。秀莲。 秀莲啊，哎，是什么人啊？伊是将军府的侍护卫徐大人。哦，大人，秀莲，我4个找无你，你哪会伫遮？即马紧对我来去将军府。阿姊，你若是去将军府，安尼出来就带一个人呢。秀莲啊，这你就免烦恼啊啦。你若去将军府内底，阿红哦。 就去住喺我厝的，我会好好甲照顾啦。阿豪伯啊，真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免客气，免客气啦。好啊好啊，秀莲啊，紧对我转去。大人，阮兜阁有一寡阮阿爹做的香，我想要摕去妈祖庙拜拜，求妈祖娘娘保庇阿豪伯啊，保庇阿红，啊，阁阮阿爹会当较早平安回来。你哪有遮侪代志？ 大人，我只是去拜拜，袂耽误你伤济时间。虽然咱靠下转去，大将军一定怪罪，啊，不过大人你一定好心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大人，多谢你，多谢大人。地上圣庙，妈祖娘娘。 新路刚修嘞，娘娘，我是阿红。妈祖娘娘，我求你保庇阿红，保庇阿福伯啊，使因平安健康。娘娘，我阿姊为着无爱我去做太监，伊甘愿卖身去将军府做查某囡仔。 娘娘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啦！你一定要保庇我阿姊去将军府，莫互人拍，互人骂。妈祖娘娘，我已经失去阿爹，我求你保庇我阿爹会当平安无代志，莫互我甲阿红变做无阿爹、无阿娘的孤儿。 我求你，我求你保庇我阿爹会当平安回来，互阮一家伙会当较早团圆。我求你。好啊好啊，差不多啊，秀莲姑娘。大将军甲雪姬夫人，我带我转去河边。阿姊。民主稳定。恁将军府的人，你也敢抢？啊，无，大人莫误，我无要抢啦。是讲大人啊，你看阿红甲秀莲两个已经这么可怜啊，恁甲秀莲姑娘去将军府做奴才，拆煞因遮地啊，恁甘忍心？秀莲去将军府卖身为奴是心甘情愿的。伊即马既然已经把钱摕去，当然就是将军府的啦。无啦，贪多你安尼。高将军知影阮兜出代志，所以同情我，专工派人来甲我斗相共，要我去遐做代志，因并无逼我，是我愿意的。你愿意啊？啊，紧去啊，紧来紧。哎呦，你戆甲足讨厌，你知影无？去劈边啊！嘿，
无咱这位借问一下吼，堂一个大将军，哪有可能会关心这尔普通、这尔善一个百姓？我看其中表现过吼，真正是好心去互为真。伊遇到困难，大将军出钱请伊去做工课，这完全是一片好意。非弟你即摆讲啥，我拢无咧相信啦。伊欠你偌济钱，我替伊出。伊遇到困难，大将军出钱请伊去做工课，这完全是一片好意。咦？非弟你即摆讲啥，我拢无咧相信啦。伊欠你偌济钱，我替伊出。啊啦，无够，加杯兄弟，好无？这是伊的卖相客。对面白纸黑字写甲清清楚楚。恁即马搁要用钱换伊转去，真歹势。我不过是将军府一名小小的副将，我袂用咧做主。哎，无啦，你是我兄，万你兄，多谢恁的好意，啊，毋过白先去将军府，是我心甘情愿，我无怨言。哦，安尼哦。是嘞，吼，你听。对查囡仔，对查囡仔吵闹啦！你咧讲啥？慢慢看。阿姊，你也好啊，照顾你家己哦。阿红，你一定要乖乖听阿虎伯的话。阿虎伯啊，阿红就麻烦你照顾。会啦，我会好好照顾。阿姊，阿爹，你来转来找我。一定会，阿爹一定无死，一定会平安转来找我。唔免话讲，但一家伙仔就当团圆，永远都袂搁分开。阿姊，小人公，李公主，这是我向妈祖娘娘求的福珠，你也挂在身躯顶，妈祖娘娘的保庇。多谢林公主。好啊，时间袂赴啊，咱行。阿姐，阿姐，阿红，你阿红，阿姐，阿红，阿姐。小莲，天心，小莲，真欢喜会当看到你。天心，你要去倒？要去合同驾车啦。原来你是驾车的先生哦，我俩算讲你是拍拳头卖膏药的。我拍拳头卖膏药。顶个我伫街仔路看你互拍太面扭。哦，啊，我伫学堂咧教册都无收学费，所以我毋才会想一个办法赚淡薄仔银两。原来是安尼啊！哎，你做面色的呢？啊，你是？何公主，真久无看的，我是大将军副将徐雄。啊，对，几多年前踮伫咧将军府捌见过你。对啦，小莲，啊，你哪会甲徐勇做伙咧？我袂想去将军府做查某囡仔。啊？你去将军府做查某囡仔？因为我阿娘得着怪病过身，阮阿爹去压标，半路去互歹人劫标，即马下落府边。
为着形成债务，为着卖互我的小弟黄来去做太监，所以我只好。秀莲，你放心，免烦恼，我会甲你斗相共。你凭啥物甲伊斗相共？你一个善假书生，你敢有钱替伊赎身啊？不要紧啊，我只伫将军府做1年，我就当回去啊。秀莲，你放心，等咱大将军想阿爹在世之前的报偿，我来甲大将军拜托一下，伊就会当放你回去，然后你会当好好照顾你的小弟啊。真是嘞。何天信，你想要英雄救美，嘛着爱细牛啊甜看卖。你一个四岁呢，讲话哪安尼无大无小？我问你，你有偌久时间无去将军府向阮大将军请安问好啊？所以你是用倒一支嘴去甲阮大将军讲情？敢讲就亲像你讲的，阮大将军过去是你阿爹的部属，我来甲你提醒，迄是真久以前的代志。而且你阿爹是去互皇上处死的叛将，一个叛将的后代，有啥物资格甲阮大将军相提并论判关系呢？阮阿爹是冤枉的，冤枉。我知影你是一个孝子，啊，不过迄是戇孝，你着爱面对现实。启勇，你要听清楚哦，阮阿爹是冤枉的，我会替伊洗清冤情，还我1,000遍。莫伫遐迷茫啊！哼，行。启勇，我甲秀莲来讲两句，好不？上去，拜托的，好不？天心。你敢拍我？拍你安怎？到即马你还阁想讲，过去你甲阮兜大小兄细汉时纸包有分的代志，还阁准算？你阁真系想讲，你是阮将军府边来的囝婿？我甲你讲，阮大将军根本就看你袂起，啊，阮兜大小姐咧，是一看到你就生气。你，行，秀莲，秀莲，秀莲，你放心，我会去救你的。对，壁边遐有一个坑。为迄个坑扔入去，迄是狗坑的，拢是要入去。你即马毋是啦，你既然已经答应卖身予将军府，你就是将军府的狗。既然是狗，当然就爱扔狗坑。你去。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狗啊，都是这。徒弟，还唔赶紧拜见回。拜见回。你就是江秀莲。是。是哦，哪会这么久才甲人带倒转来？有哩，住伫拍祖庙迄另外地，甲伊两个手下，100万组织，我甲江秀莲带倒来，分明是甲咱作对。林怀德，你伫要甲将军府作对？哼，既然你这么关心江秀莲，安尼上好，我真简单就会当互你伤心，互你痛苦，顺续借你的嘴
将江秀莲受苦受难的消息传出去，互阿姨婿赶紧赶来遮找伊的查某囝，该带你去。是，行。等，过来。毋是对遮入去。我知影，对我来。你去，唔对，壁边遐有一个孔，为迄个孔钻入去。迄是狗空呢，人是要入去。你即摆唔是人，你既然已经答应袂死互将军府，你就是将军府的狗。既然是狗，当然就爱钻狗孔。你去。冠军啦！你敢唔知影？你喊我爬过来吼，一定破我将军府的纪录啊呢！哎，大家拍捧啊，拍捧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唔过吼，本来我这支是今仔日摕出来吓惊你尔啦，今嘛吼嘛不得不出招咯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咪拍，你敢知影你安尼拍落去，会拍死人啊？哎呦，小姐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啥物无法度？小姐，我跟你讲啦，迄雪姬夫人吼有交代啊，这个人吼怎来咱将军府啊，我会好好啊甲款待。嘿，啊，毋过阮通拄啊吼，啊你甲拍规半工啊，伊敢拢袂听呢。安尼吼，我无法度甲夫人交代啊。伊是安怎去得罪阮雪姬阿姨？无呢，伊毋但得罪恁雪姬阿姨，伊阁有得罪到恁阿爹定来大将军，所以我会好好啊甲款待。小姐，较闪呢，吼。
房内底啊，啊，搁有啊，即马全将军府吼，你上无地位，啊，看到上拢爱甲行礼，知无？我知。哼哼，搁有啦，搁来讲一个代志。不但你即马是全将军府内底吼上无地位的查干啊，你可是上可怜，你敢知？哦，因为吼，书记夫人有交代，逐工你爱磨10斗米。啊，毋过这敢有可能？我唔知影，我唔捌磨过。无可能，无可能！我将军府的冠军呢，我一工拼死命嘛打5斗尔，你无可能啦！啊，毋过吼，我甲你讲，我这个人度量介大啦，你错若超过吼，我会甲你拍鼓甲，恭喜恭喜！啊，准若无，饭你无通食啦，这食到饱饱饱！好，话讲到这啦，你开始磨吧。是。我敢会当请问一下，你是安怎会同时阵爱得罪到雪姬夫人和将军啊？我得罪将军甲夫人？对啊。这哪有可能？我以前根本就唔爱人啊。哦，衰，你真正有够衰，安怎是会拢唔知啦？哎，有车走哦，好听啊！你继续磨，来可以啊。我哪有可能得罪夫人甲将军呢？对，我拄则互伊安尼拍，啥子拢袂感觉疼。敢讲是妈祖娘娘付出在保庇我？对，一定是妈祖娘娘在保庇我。妈祖娘娘，多谢你，多谢你的保庇，也请你保庇阮阿爹，也靠阿红。性本善，性相近，色相远。真好，这就代表讲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。对，讲了真好，每一个人本性本来就是善良的，也毋过你毋是。又搁是你，你是安怎每一遍拢要来这找我的麻烦呢？因为你毋是人，你是一尾恶龙，残酷无情，陷害天下百姓。我看你是头壳有问题，爱食药啊！你江河灵王，你唔插我？江河灵王啊！好，你搁假声假笑哦！我今仔日拍到你变做鸳鸯威士。你是要死啊？你敢拍我阿兄？谁敢拍啦？唔是啦，因为哦，伊唔是人啦，伊是一尾毒灵，唔是你阿兄，伊唔是人啦。你才唔是人啦，你是小狗，学袂乱吠，学袂咬人。今仔日哦，我一定要将你这小狗拍死。小狗，我拍死你！
不管你安怎甲我拍，我都是袂生气。反正我心情阁变得足好的呢。毋过我看到你哦，我毋那是生气，我搁想要吓你啦。无听我解释。后摆搁互我拄着，绝对无亲像今仔日安尼尔。王英，莫甲伊计较啦，伊绝对认唔着人啊。王英，你哪来遮？我要去买米，拄啊好经过遮啦。厝内底阁无米啊？是啊，我来甲头家写看卖，毋过都毋知影敢要写互我，我先来去。无代志啊，来，即阵把毛笔拢摕出来，真心甲你写字，哦。还会记得先生之前甲恁教过，恁爱的人写10遍，互先生看。恁大家听清楚。敢讲伊真正是怪婴的阿兄，毋是真可能哦。我唔相信，我绝对唔相信。大家一定要听清楚，一定要好好读册，一定要争取着功名，绝对袂当参像先生遮尔啊善食，知影无？先生啊，先生，阿水姐，你来。阿爹，认真写字，认真写字啦。先生啊，这只鸡母哦，家己饲的啦，你掠倒去哦，刣去食。唔通啦，你掠倒去。先生啊，阮囝哦，但你遮读书嘛2年外呢，学费哦，你1.5厘都无愿收，我感觉真歹势啦。所以这鸡母哦，一点仔意思啦，你掠去食啦。阿水姐啊，你厝内底3顿都有问题啊，这只鸡母你搁撩我，唔通安尼啦，你掠倒去，吼。虽然阮兜真善食，所以哦，我就是爱阮囝哦认真读书，看伊以后哦，可以当金榜题名，出头天啦。阿水姐啊，你就希望你的后生会当金榜题名，安尼读册时就需要体力啦。我看这只鸡母应该阁会生鸡卵的，你老咧，那咧阿中唔只逐工有鸡卵通食，唔只有体力通读册。先生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对阮囝这么好，这么关心阮。以后阮囝哦，若出头天哦，我一定叫伊哦，好好报答你，好好报答你啦。阿水姐啊，你听我咧讲啦，吼。安尼，我来走。阿基啊，来，先生甲你食，啊，恁爱的人。哦，实在足感动的。伊家己遮尔善，搁咧关心学生，照顾别人，一点都无像正好另外个性，哪会遮尔奇怪啊？来，看恁水哦，来，人去看卖了，来。头家，来买包啊，好食的小肉包。头家，唔免啦，真多谢你，我已经食饱。啊。鬼鬼祟祟，一定搁要陷害百姓，离屁！我听讲你这饲一贴神药，需要新鲜的人肺来入药性。对了，上个麻烦咯，就是这贴药啊，一定要用同一人的血啊，而且一遍
都要用这通啊。我无问题，我袂互你啊。你是阿啥？我都唔惊你是惊啥。来啦。来，这个我。来，这个做来来。你若感觉头壳讲讲吼，你也讲出来啊。放心啦。来，先好先好。头家，头家，可笑，你妈骗你！夜会根本袂当用。你这嘛是讲啥啦？你唔捌啦？我这么上输的吼，就是上气的人会啦。上气的人会？问题伊唔是人啊！伊是前河灵王。前河灵王？我唔对。好，快快！你到底爱我讲几遍？我是人，我唔是前河灵王啦。头家，莫听伊话，我当证明你看。灵王会属火，照像人会哦，倒去涂骹，就会涂吸大的。也毋过吼，灵王会倒去涂骹，马上有清的。你要相信嘛？唔相信，我证明你看。喂，莫过来！头家，注意看哦。这火力倒去涂骹，我看你变来解水。喂，莫浪费我的血哦。安怎？开始惊哦！头家，你看你的表情哦。开始惊，前河灵王，你注意哦，要踢破你的真面目。喂！那要清的，你小等一下，等下就清的哪？等一下。啊，你装笑的啊！你这青仔长啊！你无啥会啊？你也陪？无，我管你吧！用讲，是你会，我用讲的啦！你别当怪我吧，用我会啦！喂！拄则你唔是真歹，真头家要按你的会，你惊干呢？唔是啦，我唔是惊听，你怪我会，就无效的。啥无啊？因为我唔是人啦。对，你唔是啊，你是真正专门糟蹋人的啊！你这笑的吼，讲的啦，你也会我会。处理啦，买了，头家，不用讲的。处理啦，来，处理啦，好啦，讲的，笑的。头家，莫甲伊咧生气啦。来啦，挂我的倒手，来，我要挂一碗互你。啊，你唔惊死罪伤济啊？放心啦，免烦恼我死会伤济啦。来，我提起是，哇，勇敢啊牛咧啦！哦，我的肺哦，较济那啥咧，等去参受时哦，你骨着子，参着正水遐尔济共款。那你好啦，我加一点钱给你啦。哦，头家，多谢你啊。我多无？没问题啦，没问题。来，是啦好。真正歹势，害你老兄的聚会。你想要甲歹势啊？我也唔相信，你一定是灵王，你一定是前河灵王。头家啊，麻烦你包我4粒包好嘛？好。多谢你啦！多谢。当前河灵王这么大片，卖回偌钱买包啊？奇怪。头家啊，我一副猪肝，还佫有一块药来吧？好，随包互你。好，多谢。来，多谢你哦，多谢，好。嘿，哇，少年，老一点仔血尔，我食猪肝来补血，真正是。阿娘，慧英。阿娘，我有买一碗药来吧，还佫有猪肝，还佫有小的包仔呢，来，进来食。我今仔日去米条，嘛无写着米，好佳哉你摕包仔转来，若无咱中昼都无物件通食。
我也不爱讲，内面有4粒包啊，2粒给你，2粒给我尔食。足好的呢，足久无食着肉包啊，安尼来，紧食。安尼济啦。阿兄，啊，阮食包啊，那安尼你要食啥？阿兄拄食吼，你外口已经食出济啊，你甲我尔紧食吼。安尼哦，我着趁小紧食。阿兄，我互你啉一喙。哦，国英，你哪会连家己阿兄手提来啉拢这么水？你真係比白泡泡幼绵绵的小包包更白人。阿兄，你买的包包足好食呢。天生，这的物件拢这么贵，你要哪有钱好买？阿娘，啊，着今仔日学堂的学生有缴学费，啊，我唔才有银两去买这物件。阿兄，你家了袂歹哦，总算有人愿意交学费给你啊。对啦，娘，大夫讲吼，你就是欠费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唔才去买这猪肝，要转来甲你补费。辛苦你。对啦，慧英，阿娘这还佫有淡薄银两，你留咧，通买一寡物件用。银两交互我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若无，你根本袂晓买物件。谁人讲阿兄袂晓买物件？要煮猪肝汤，你知影买猪肝肉来吧，啊，煞袂记你买姜啊。哦，对吼，阿兄哪会无买姜呢？不要紧啦，我知影咱家后壁树仔迄边吼有野生的姜，我来办。哦，好。好。国英，哎呦，国英哥，你要这么哎，别给。是你放手啊！哦，就啊，没事，我来替你学啦吼。学点，哟，我甲你讲哦，若唔是我今仔日的心情袂歹，无想要甲你这款小的计较，啊若无啊，我就甲你修理甲金死死。小的，我插你。哎，国英姑娘，哎，国英姑娘，这煮地瓜汤哦，无姜买来好食，这姜一定要。哎，歹势。你哪知影地瓜汤无掺姜不好食？因为大家拢是安尼做的啊，嘿。你莫假啦，你伫第一讲是阮兜对无？哎，你哪知？无啦，妈，对啦，我是咧监视恁兜，啊，怀疑恁阿兄就是情何联王。甲你讲我阿兄唔是啦，你搁一直找伊的麻烦。无啦。好啊，这届哦，绝对互你好看。你安怎？我。放手啦！你这不准放手啦！放手！拜托你啦！国英姑娘，国英姑娘，卖跑！哎，卖跑！你拢是笑的，我阿兄哪是啥物人哦？不，拜托，好，别去拍啦！对啦，恁阿兄绝对唔是连红啦，是讲啊，恁兜遮尔瘦，恁阿兄共教学生佫无爱收钱，家己煞去卖货，换钱买包仔、买猪肝，互恁食。啊，家己煞较巴肚枵，无物件通啊食，我都煞好起来。所以讲啊，恁兜吼够可怜的，啊嘛真正足瘦的。
啊，歹势，你误我意思啦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恁阿兄绝对哦，唔是真好恁哦。啊，恭喜你，你有一个这么好的阿兄，恭喜恁阿娘吼，有一个这么友好的囝，哈，恭喜！我阿兄本来就是大好人，一直拢真照顾我。观音姑娘，歹势啦，啊，甲恁兜带来遮济麻烦，我知我唔对啊，歹势。好啦，既然你已经知影是你的唔对，这届我就原谅你。好，多谢。你叫。观音姑娘，你敢像亲像我一个朋友呢？过来啊，我要找麻烦哦。真正嚟讲，我阿兄亲像玲珑，亲像一个大歹人。啊，即马我咧，我搁亲像啥？哦，伊是玲珑，敢讲我是小龙女无？小龙女？无咯，你哪有可能像小龙女？你遮尔歹着对不对？你亲像七仙女迄个白地衫，迄个小青，又搁古水，又搁温柔。我。看你笑大咧，表示讲我讲的一点仔都无唔对。无唔对，啊，不过我一点仔拢无温柔。拜托！你也是唔敢拍我啦？我袂唔甘啦，千里啊！娘娘叫你来监视玲珑呢，你走来才谈情说爱，你哦，谈情说爱，而且外英啊，因兄搁啥物啊？天星啊，对啊，我刚来找怪英姑娘，表示因阿兄何天星，唔是正和玲珑。讲呀，当然冇影。我当初感觉怪英姑娘亲像一个人。七仙女，迄个白地衫的小青。嘿，那你唔是你迄个初恋情人啊？过了8年啊，我一直无甲放袂记。你千万唔通互我真正感动。千里啊，哦，是咧感动啥啦？我咧烦恼啦，娘娘叫我去找秀莲的那顶，也毋过吼，规个山头找透透，就是找无人。唉，连你拢找无，啊，敢会死啊？是啊，对啊，无你哪找无？我看即摆要确定伊是生还是死，只好去一个所在啊。喂，你别对啊喂！阴曹地府，对哦，等我。这个所以佫不哩恐怖，安尼哪有算恐怖啦？下骹佫较恐怖，下骹？啥意思？下骹18层地甲，就刀山路油鼎兼北皮。嚯！啊你阿二婶唔都我放心啦，阿二婶人礼拜袂去遐啦。我顺了了，这每一个鬼啊，生到要到，啊对就是阿二婶啊。啊对，后面的位啊来，问一下知。千里，你真正戆到有准嘞？后背面的知影咱来啊，沿路都知影咱来啊啦。啊，你是变怎？你正来去偷地生死婆啊！要知道，就算讲你会当逃出将军府，嘛走袂出我的手来。你哪点还袂来进前？你共款逐工甲我磨10道的，若是做袂到，照拍。夫人啊，咱会当莫去接外伊啊，好无？点去！你若敢去，等下受苦的就是你。妈祖启示录，每一个人拢应该尽家己应尽的本分，爱有责任感、甲正义感，去奉献家己的良知，也甲良良。
使大家若会当安尼，这个社会就可能会搁较公平，搁较有正义，搁较美满。有人要采怎通嫌？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哪通你身边已经有别人？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，日日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干。青春赶无通，歌声要酒了暗，看阮舞步，遥望岁月流转。